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ogo， 歡迎嚟到歌詞研討會時間。今日同大家討論兩首歌，分別係2009年林宥嘉嘅《說謊》，由詩人成填詞，同埋2025年 MC 張天賦嘅《說謊者》，由黃晴晞填詞。會將呢兩首歌放埋一齊嚟講，係因為大家都有相同嘅題材，就係說謊。咁接下來就會圍繞住到底分別講咗啲乜嘢嘅謊言，佢哋說謊嘅對象係邊個，同埋比較一下兩首詞說謊嘅境界邊一首比較高。首先，呢兩首歌講大話嘅人都一樣係敘述者，即係第一人稱嘅我，但佢哋兩個面對嘅情況同埋處境其實係好唔同嘅，而佢哋亦都分別講咗唔一樣嘅大話去達到唔同嘅目的。跟住落嚟就會由林宥嘉嘅說謊開始講起。首先我哋會一齊去睇下佢究竟講咗啲乜嘢大話。有趣嘅咧係呢一首詞裏面極有可能其實係得一兩句先係真話嚟嘅，即係話一開始嘅我話自己分咗手之後其實有過幾段關係，遇到個唔錯嘅人，呢啲通通都係假嘅。事實就係我從來都冇放低過，咁所以接下來下一段所講嘅都一樣係反話嚟嘅。事實就係曾經同你有過嘅呢一段感情係令到我而家都放唔低，我一直都係念念不忘，到而家都仲係覺得好傷。去到副歌嘅部分，我沒有說謊，我何必說謊。諷刺嘅係基本上呢一首歌所有嘅歌詞都係喺度逞強扮冇嘢，即係話全部都係說緊謊嘅，講緊大話，而且係好大嘅大話，謊話連篇。基本上呢一首歌嘅歌詞裏面所講嘅嘢呢，全部都係可以照住呢個邏輯去推論，就係我不斷咁樣喺度講緊反話。如果話唔脆弱，即係極度脆弱。其中一句缺點之一就是很健忘，即係話人最大嘅煩惱就係記性太好。我哪有說謊？其實成首歌都係喺度大話連篇嘅。咁到底我一路喺度講大話係有啲咩原因同埋目的呢？咁我哋就翻去呢一首歌嘅背景。呢首歌嘅背景呢，就係分咗手嘅舊情人，對方喺結婚之前呢，約咗喺舊餐廳見面。我覺得呢一度可以分開兩種解讀。第一種就係比較簡單嘅，就係你當對方喺度同自己講嘢，佢問咗啲問題，然之後呢一啲嘅歌詞全部都係喺度解答緊對方問問題嘅答案。換言之，我所講嘅嘢全部都係為咗佢嘅。而我自己呢，就係傾向第二種嘅解讀。呢一段嘅歌詞其實唔係一個對白，而係獨白。呢一大段嘅獨白其實係我喺出席聚會之前嘅內心獨白，同時亦都係一個彩排。無論係第一種或者第二種嘅解讀，其實呢一大段嘅謊言，除咗係想對方之外，同時亦都係緊自己嘅，不斷咁樣說服自己過去嘅嘢都已經過咗去啦。最緊要咧就係正正常常咁樣生活落去，用人生就係咁噶啦嚟到去開解自己。既然呢兩種嘅解讀方法都係一樣係人自己，所講嘅大話都一樣，咁點解我會傾向第二種嘅解讀呢？因為我覺得第二種嘅解讀會比較合理一啲，更加浪漫有詩意同埋立體啲嘅。首先，如果咧聚會嘅時候唔想俾人不斷咁樣問問題，其實你係應該要問翻對方問題嘅，咁樣咧就會比較容易一啲。尤其是喺呢一個情況裏面，而家個主角係對方要結婚啦，咁不如將個焦點咧就放喺對方身上面，問翻關於一啲結婚嘅問題，其實係會比較自然一啲，亦都會比較容易一啲。另一方面，因為呢一首詞裡面嘅段落講嘅嘢都係有一啲類似嘅，如果話呢一個係一個對話嘅話，就會顯得好重複。而呢一種情況呢，放喺自己嘅內心獨白反而係會合理一啲嘅。而我需要去到彩排呢一件事，其實更加突顯咗即將重新見到舊情人嘅呢一壇嘢，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重要，我係好重視，亦都好緊張。另外，試想像一下，如果呢刻係聚會發生緊嘅對話，你就會反而覺得，
哇，你仲想我點喎？你想我點答啫？相反，呢一個係一個獨角戲嘅時候，就會顯得比較合理一啲。而我呢一個悲劇嘅悲劇人物，亦都會建立得相對比較立體。而當中自己同自己講嘢嘅時候，人生已經如此的艱難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同埋另一句，我沒有說謊，是愛情說謊。他帶你來騙我說，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。當一個人自己同自己喺度彩排，不斷咁樣說服自己呢一件事係真嘅，自己已經可以正正常常咁生活落去嘅時候，其實另一方面亦都顯示咗一種近乎崩潰邊緣嘅狀態。我明知道呢一個係大話，但我依然都要講。除咗講俾人聽，我更加要講俾自己聽。我要說服自己，因為如果我唔係咁樣去逞強嘅，又點樣可能去過一個正正常常嘅人生呢？喺呢一刻，佢講大話嘅境界就多咗個層次啦。另一方面，有趣嘅係呢一大段嘅內心獨白，可以睇到我嘅內心係其實因為上一段感情嘅陣亡，有非常之大嘅陰影魔障，而嗰一種傷痛呢，係令到我到而家都好脆弱，一路影響緊我嘅。但係我能夠做到嘅嘢就係 move on， 繼續向前生活。呢一種扮冇嘢、強行說謊嘅位呢，除咗係對舊情人、對自己之外，其實對整個世界都係一個說謊嘅謊言嚟。唔通我可以因為痛就返唔到工？唔通我因為傷心仲日日夜夜揾翻 friend 出嚟講一啲咸豐年代嘅舊情事咩？最後一句，我的心事請你就遺忘。其實對方都準備結婚嘅時候，呢一句更加似係講俾自己聽多。至於 MC 張天賦說謊者嘅歌詞就相對比較簡單一啲，就係一首分手歌，講述我點樣用一個謊言去令到對方分手。而呢一個忍痛都要分手嘅原因，就係想為佢好。若這樣拖，大家都不好過。原諒我迫不得已才這麼假裝。歌詞入面寫到，跟住我呢係唔會有未來噶啦，跟住我捱苦又有咩意思呢？咁倒不如呢就係放手，放你走去揾一個更加好嘅。雖然呢兩首歌嘅歌詞比較，我會話說謊嘅境界比較高，但係說謊者嘅殺傷力呢都係唔惹少嘅。歌詞裏面形容佢講嘅大話係實行極狠心方案。喺第一句嘅歌詞就寫到，就這樣講，沒當初的感覺。其實我一早不愛你，仍同行下去已出錯。這樣講，用最極端的冷漠，無能力用7天陪你，似一種束縛。當兩個人仲係好 sweet 嘅時候，就講大話，自己已經冇 feel 啦，扮到好似好酷咁，話唔想再嘥時間喺個女仔身上。而個女仔聽到嘅時候呢，係驚慌彷徨，淚盈滿腔。而我自己呢，亦都係激動到手都震埋嘅。兩個依然好相愛嘅人，但係為咗對方有一個更加好嘅未來，迫不得已先咁樣做。呢一首詞都係一樣比較直白一啲嘅，但我自己呢，就有一個疑惑，究竟發生咗啲咩事要導致到我要實行呢個極狠心方案？離去之後，未來荊棘讓我孤身對抗，面前漆黑讓我孤身對抗。呢幾句歌嘅歌詞令到我好奇，個原因係啲咩呢？令到我想知道更加多未來到底有幾咁困難，到底出現咗嘅問題係咩呢？例如係健康、財政，定抑或係一啲法律嘅事情。咁我覺得呢個原因係唔需要講到 specific 嘅，但係可以再更加多嘅描述，因為呢一個難題係需要令到大家走唔到落去，而被逼去分手嘅。咁所以而家就咁得兩句，未來荊棘讓我孤身對抗，面前漆黑讓我孤身對抗，其實就有少少太過於空泛，嗰一種迫不得已未能夠係好好咁樣表達出嚟，而後面嗰句話稱得上悲壯，亦都變相呢唔係好接得上。如果嗰個困難唔係大到咁樣嘅時候，無論自己演繹得幾咁英雄主義都好，似乎件事聽落點樣都叫唔到悲壯咯。歌詞裡面一句
若能明白我，或能原諒我。我覺得咧係可以放更加多嘅篇幅喺說謊者面對緊嘅處境上面，對嗰個困難嘅程度更加深入一啲，描述得多一啲嘅嗰種迫不得已、身不由己嘅悲壯咧，就會令到人更加大嘅共鳴。喺呢一度，我想加插一個題外話，就係咧50 Cent 嘅21 Questions 入面咧有一個情景，就係佢面對一個法律嘅問題。於是乎咧，就問咗對方，假如未來點點點嘅情景題。咁呢首歌咧就好有趣嘅。其中一個情景題咧就係，如果我唔做 rap， 然之後咧就去 Burger King 入面整 burger 嘅話，咁你會唔會唔敢同啲 friend 提起我係你條仔咧？咁呢一種對於未來困境咧，又好具體設想，又咁啱咧同呢一首歌有一個好得意嘅對比可以參考一下。可能有時感動人嘅唔只係離開嘅理由，而係你敢唔敢將你差嗰一面俾對方睇。至於對方會選擇留低抑或係離開，又係另一個故事。總結嚟講，喺呢兩首歌裏面，說謊有時未必係因為心懷不軌，反而係因為太過在乎、太重視、太唔捨得、太想保護對方，又或者係太想保護自己。唔知道大家有冇遇過一啲感情嘅騙子，抑或你就係嗰個說謊者呢？你又覺得喺感情嘅世界裏面，乜嘢嘅謊言先至係最傷嘅呢？下次見，拜拜。